大学是什么？大学是一束光，是可以从平凡生活中升华出的美丽梦想。它是一种岁月的沉淀，更是青春难以抑制的冲动。大学，它是我们对至善至美的追寻，也是懵懂岁月对于未来的渴求。大学是什么？这取决于你带着怎么样的梦想走进它。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申秀，是山西大学的前身令德堂的教习。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六君子血染菜市口。变法失败了，变革的种子却已深入人心。中国近代教育于腥风血雨中扬帆起航。1902年，清光绪皇帝御批创建的山西大学，是中国最早创立的3所国立大学之一，与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一同开创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新纪元。种种因缘际会，110多年前的山西大学，在中国教育史上首创了中西两斋的教育管理模式。西方文明的先进与东方文明的典雅，终于在这所新式学堂中珠联璧合。1918年，山西大学被民国政府列为国立第3大学，学科发展蔚为大观。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先生就做出了山西大学预科毕业生可不经考试直接升入北京大学的承诺。建国之初的山西大学是中国在联合国最早注册的高校之一。在1953年的院系调整中，山西大学更是以它博大的胸怀，为新中国高教事业的奠基做出了宝贵的贡献。如今的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太原理工大学、山西医科大学、太原师范学院等院校，都与山西大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历史渊源。百年育英才，盛世续华章。今天的山西大学，以提升质量为核心，走内涵式发展的道路，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成为了一所区域特色鲜明的文理工并重的高水平综合性大学。2009年，山西大学成为山西省人民政府与教育部共同建设的省部共建大学。2012年，山西大学成为全国14所中西部高校提升综合实力工程入选高校，迈上了国家建设有特色高水平大学的新平台。目前山西大学拥有婺城、大东关2个校区，总占地面积1485亩。同时，东山新校区占地1500亩，也在紧张的建设中。山大共有28个院系，设有涵盖12大学科门类的90个本科专业，17个本科双学位专业，1级学科博士点15个，位列全国25位，拥有2个国家重点学科，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1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化学与化工2个学科进入 ESI 全球排名前1%。同时，学校设立了近20种奖助学金，每年投入近1.2亿元，用于学生奖励和补助。所谓大学者，
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国学大师黄侃、东京大审判法官梅汝敖等先后在此执教，求索100年。山西大学用师传弭平了从学术殿堂到3尺讲台的距离。当代国学大师姚殿中先生将章太炎先生傲岸的风骨融入在这座学堂的灵魂深处，他用尽毕生的心血，让这份诗酒临江的豪情依旧得以流淌在山西大学的文脉里。这片沃土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彭昆池及其研究团队已默默耕耘了30多年。他们用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科研和技术工作，为科技的进步、国家的强盛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山西大学现有专任教师2015人，其中有中科院院士、双聘院士、特聘院士、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等。他们把自己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与对真理的追寻留在了这座校园。110多年前的西学专斋，当第一束电流在西斋物理实验室的仪器中穿行的时候，那时的学子也许不会想到，1个多世纪后，这里已经拥有了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光学与光量子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光学国家重点学科。当1905年时任山西大学西斋化学教习的瑞典科学家辛长富在这里写下无机化学的时候，他也许不会料到110多年后的今天，山西大学协同中美多所顶尖大学，首次发现中国红灯笼分子全硼富勒烯 B40团簇及硼球烯家族，这标志着硼化学和类富勒烯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创校之初的一间间地质、电气、无线电实验室，如今已演化成为动力工程、环境工程、自动化、土木工程与电力工程等学术划分严谨、办学规模齐备的工科专业。110年的拼搏与奋进，为这座古老的学府带来了蓬勃的生机。在山西大学西学专斋这片用科学浇灌的沃土上，伴随着1个世纪以来人类文明的日新月异，生长出了生命科学、环境与资源、计算机与信息技术、经济与管理等1个个实力雄厚、充满生机的学院。历经100年，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的精神与理想，依然植根于这座校园。怀揣着文以载道梦想的学子们，在这所大学里找到了心灵的归宿，坚定了前行的方向。当我们走入拥有100年历史的文学院，一缕缕汉墨飘香里，依然提醒着我们，这里曾走过多少大师们传道授业的身影。沉睡在历史学院和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一件件文物与史料，正在用一种静谧的语言诉说着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的故事。21世纪初，在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的引领下，山西大学拥有了山西省最早设置的人文社科类1级学科博士点。1945年，远东国际法庭上，时任山西大学法学教授的梅汝敖先生，用自己的肩膀托起了中华儿女深深呼唤着的道义。今天的山西大学模拟法庭里，正直的年轻人们满怀对公平与正义的追求，立志用法律的光辉来矫正人类文明的走向。
今天的山大秉承了中西汇通的办学传统，已与美、英、法、德、加拿大、韩国等15个国家的56所大学建立稳定的校际交流关系。每年都会选派优秀学生赴剑桥大学、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英国拉夫堡大学等世界著名大学留学。山西大学先后与美国费佛尔大学、亚美尼亚布留索夫埃里温国立语言大学联合建立2所孔子学院，以此传播中国文化，增进国际间交流与合作。求知路上的平淡，总需要五彩的生活去调剂。在山西大学，即便是宿舍、图书馆、食堂间的3点一线，也会有不一样的风景。公寓式的宿舍楼秩序井然，是同学们大学4年的家。而在华北地区占地最大、山西省内设施最为先进的图书馆里，容得下我们对于无限知识的渴求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山大同学们在吃的方面也不再满足于吃饱吃好，自己动手比赛厨艺，为未来组建小家庭积攒一点正能量，也让大学生活更加多姿多彩。当然，大学的生活不会止步于3点一线。远在100多年前，山西大学的足球队就活跃在绿茵场上了。而今的每年一届栋梁杯足球赛，已经成为同学们追逐成功、挥洒汗水的竞技场。100年前，是山西大学的师生把当时称作文明系的话剧引入到黄土高原的。今天，站在青春的舞台上，一场场精彩纷呈的演绎，依然拨动着一颗颗年轻的心。一次次奋力的奔跑，是为了明日的更快更强；一点点细致的刻画，是要用美留存住梦想；一曲曲优雅的乐章，演绎着青春的律动；一段段光影的独白，激发起创造的力量。运动场、练功房、舞台上、镜头里，山大的学子们用灵动的创意、专业的知识、大胆的实践，构筑起属于梦想的世界，让年轻的生命绽放出五彩的光芒。走进山西大学，它的博大与包容将会让你在快乐中成长，它的深沉与厚重将会使你在严谨中自强。让我们悉心铭记求真至善、灯崇俊良的训诫，不忘中西汇通、自强报国的希冀。让我们的梦想在山西大学扬帆起航。